台湾雕塑家黄土水的作品《三本铁二郎》的当上，3年前对日本送回来高雄。这段台湾日本交流的故事即嘛要用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来演出咯。那么做伙来欣赏。 舞者徛伫舞台顶，对背部绘出藤枪设计图。来自日本走道的玉林艺术舞蹈团创作这出现代舞，要重现8年前山本地二郎打造球仔头藤枪的历史，以带领台湾的藤业以及高雄这个城市走向新的发展。落尾到山本地二郎当上对走道送回来台湾的故事。我是感觉这是一种新的循环啦吼，人对咱好，莫讲当上体来一段无咧交流哦，安尼失去这个意义啦。 当初的三本铁二郎这个铜像迎回来我们的桥头糖厂是一个契机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舞团的一个交流，不止让这个故事，让这个台日的交流友好的交流可以延续下去。 2022年，走道将黄土水大师雕塑的山本地二郎当上送回来高雄，同时要创立舞团的玉林素子到3工，要安怎让这段8年的姻缘流传落去？玉林素子决定要用其的舞蹈来做这个第一人，尤其这摆个高雄的小学生来加入公演，嘛是上好的文化传承。我就一定烦恼讲吼，我若过身了，我做的路拢会无去着啊。但是一定要有少年人去接落去安尼，机会就是阮接着啊。 希望讲吼，迄个在较久吼，这黄土水甲迄个三本铁二郎因的人格、因的友谊，能够一直流传下去。对8年前的藤枪建立，3年前的当上登来台湾，一直到今年的舞蹈公演，都亲像社中电讲的，这是一个新的循环。高雄甲走道用文化交流和双方的感情愈来愈深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采访报道。